對好多人嚟講，日日帶出街嘅無線耳機，音質要求未必要最好，但係最緊要戴得舒服，最好當然就唔好咁貴啦。而講抵玩耳機，除咗小米、Nothing， 瑞典品牌 Sudio 近日喺香港推出嘅 A3 同 N3 新系列，就係一個有唔錯性價比嘅選擇。Sudio 新耳機系列全部都採用可回收塑膠材質製作，比較高階嘅 A3 Pro 同埋 N3 Pro 喺幾百蚊嘅水平就可以提供主動降噪，而且亦都兼顧埋大家通話嘅體驗。對通話質素有要求嘅話，可以選擇每邊有2個麥收音嘅 N3 Pro。如果想喺價格上面相宜啲嘅，兩邊單麥收音續航力亦都少一啲嘅 A3 Pro 就更加抵玩，只係399蚊就買得到啦。如果唔中意入耳式又冇咩需要用到降噪功能嘅話， A3 同 N3 就會係更加平價，而且半開放式自然戴得更舒適啦。值得一提嘅係 Sudio 今次推出嘅 A3 同 N3 系列雖然平價，但係就全部都有2年正貨保養，平價得嚟又多色揀，真係買返對嚟襯衫都好喎。